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14，旧历的7月27，礼拜一。发生伫个昨，互人真着惊意外。南投武界有民众去龙岩，互大水冲去，4个人死亡。代志是安尼，台中有2户姓罗甲姓赖的家庭，总共6个大人囡仔，到南投仁爱乡武界的一条溪的河床去龙岩。13号的半暝，顶游武界水坝的水门故障。 竟然是自动来开来放水，造成溪水涨大水。2个家庭的成员未赴走，有5个人互大水冲去。其中这个罗先生自行爬上花，罗太太困伫个车顶逃过一劫。本地互大水冲走的罗先生也未找到遗体。这个警消2早起8点外，总算伫个龙岩地。 下游11公里的河床，找到罗先生的遗体。伊的太太虽然逃过一劫，但是失去着翁婿甲查囝，是哀痛、艰苦、伤心。空勤直升机飞到找到姓罗查甫人遗体所在，伊互大水冲到营地下游，足足有11公里。2家伙总共4个人无命，罗太太逃过一劫，也毋过失去翁婿甲查某囝。 真伤心。这是9月12日，代志发生前，2家伙人伫溪边伫录影最后的身影，当时2台车排伫溪边，大家伫布棚内有讲有笑，想要到几点钟后。9月13透早4点12分到5点08分，武界坝开2摆水门，造成溪水涨大水。5点14分，下游4公里营地，2家伙5个人互大水冲去，其中罗先生爬上花，互人救起来。 罗太太跳上车，逃生报警，搜救队伫昨早起8点15分，伫武界坝下游7公里的所在，找到一个6岁查甫囡仔；11点伫8公里的所在，找到罗太太；12点40分伫9公里的所在，找到一个12岁查某囡仔。今日早起8点34分，找到最后一个失踪者罗先生。 由勤务总队的直升机来发现到这具大体，那也已经吊挂完成。 警消人员透早7点就出动奥多麦配合空勤直升机联合搜索，点外前后，就顺利找到最后一个失踪者罗先生。因某伫面贴顶面写文章，互亲戚朋友讲，武界一线天附近，互人讲冲走去的是阮兜甲朋友这2个家庭。受难者阮先生的手机无多用啊，有重要代志请找我，即嘛互人感觉真毋甘甲艰苦。 2家伙欢欢喜喜出去佚佗，想袂到煞发生这款的不幸。